后来乡亲啊，针对这个金华城的弊案，这周刊的报道，讲为威经集团查扣的小册有编列2届的公关费，总额超过4亿，而且时间点都伫金华城确定得到860%的容积率了后，红看做是威经集团论功行赏的小册。啊，讲这个小册甚至来注明台北市的前市长黄大洲领200万。黄大洲是高问题的顾问，莫非黄大洲冒出力来护航到金华城？台北地检署并无证实。检调甲廉政单位搜索威经集团的总部，摕走真济资料，即马周刊阁压料讲有扣了一本关键的小铺。做主席的申请经编公关费，头一摆1亿8千万，第二摆超过2亿5千万，时间点正拄好，就伫今年的10月，也就是金华城确定得到80%的容积率了后，包括前台北市长黄大洲、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，拢分别领到200万。威经集团的协理宋坤仁450万，其他人嘛领到200万到50万，被怀疑是论功行赏。黄大洲前市长在这个监委的调查报告也是支持560，而也被发现说也到沈庆金相关的基金会去担任董事，这就是非常奇怪的地方。上早是前立委高嘉瑜提出质疑，前市长黄大洲毋但做过市政顾问，阁做金华城的董事，前变局局长朱阿虎嘛是威经旗下电话开发的董事长。从柯文哲第一次选举的时候，黄大洲就担任他的市政顾问。柯文哲选总统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也看到黄大洲在柯文哲身边。是不是这一些人的建议，让柯文哲起心动念，送给了金华城840%容积？虽然检方针对外界各种猜测无证实，但阁检验正在比对金流，一旦有进展，国民党涉案的程度有可能变成贪污罪。是讲这个小册意外点出前任的老市长，引起外界讨论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